新嘢啦，所以個人咧就比較忙少少，冇咩時間咧拍啲長嘅 video 俾大家嘅。咁但係我睇翻上一次我做嗰個 Q&A 之後咧，大家對佢嗰啲評價咧，我一直咧都想再坐低咧同大家傾下偈嘅。今期嘅 video 咧可以話係我做咗6年博主嘅一個總結啦，同埋心路歷程同大家分享下嘅。講翻起我6年前點解會由呢一個上班族嘅身份咧轉換到做博主咧？其實嗰陣時咧，我係啱啱畢業咗出嚟2年啦，我嘗試過唔同嘅 office 嘅工作啦，發覺咧我呢個性格咧咁跳跳紮啊，專注力有限嘅人咧係冇辦法坐到 office 㗎，隻腳咧就會係不斷喺度震㗎啦，係嗰種唔耐煩嘅震。所以咧綜合咗各種我身體啊同埋精神上面嘅原因啦，我決定啦我要做一啲嘢咧係可以等我咧拋離呢一個朝9晚5嘅工作嘅。啱啱開始做視頻嘅嗰個初衷咧，我就想脫離我翻工嘅嗰種狀態啦。跟住開始咧，我就要做長視頻啦，由一個完完全全剪片做視頻嘅小白啦，到咗後期啦，可以剪啲特效啊，各式各樣嘢咧，令我覺得咧非常非常之有趣，而且我每一次咧都好有自豪感嘅，因為呢啲嘢係冇人教我㗎，完完全全係我上網自己去學習㗎。做博主之後咧，有啲乜嘢嘅收穫咧？第一點咧就係我學識咗可以點樣更加好咁去變得自律。2樣嘢咧就係心理抗壓能力咧非常之強大，因為有時候咧，譬如你觀看量嘅數字啊，你嘅粉絲嘅數字啊，係完完全全透明嘅。咁即係話咧，你做得好定唔好咧，大家都睇得到。同埋咧，網上咧一定有讚美嘅聲音同埋踩你嘅聲音嘅。咁讚美嘅聲音多嘅時候咧，自己咧唔好變得太自傲啦。當你聽到踩你嘅聲音嘅時候咧，唔好情緒化。第3個收穫咧，差唔多多咗成100萬個朋友仔咧。記得舊年咧，我狀態唔係幾好嘅時候咧，你哋係會主動 send message 過嚟幫我打氣嘅。呢啲咧，我真係到而家咧都冥冥咁記喺我心入面嘅。呢一行咧係睇你夠唔夠快，點樣去應對呢一個市場嘅啫。我覺得咧呢6年嚟講咧，比較難適應咧就係每日都喺度變緊嘅呢一個平台嘅玩法。好似我以前就做長嘅視頻啦，起碼要超過15分鐘以上嘅。到咗呢2年左右啦，短視頻嘅急速發展啦，令到我咧轉型做短視頻嘅一段時間嘅適應期啦，其實我用咗好耐嘅。咁我唯有就適應呢個行業，唔好咁長氣啦。跟住啦，我由長視頻到短視頻，而家都做咗差唔多3年幾啦。開始咧又到咗一個麻木期。簡單啲嚟講啦，我有長氣啦，但係懷疑自己咧究竟可唔可以咁樣持續做落去，或者自己中唔中意咁樣做落。咁跟住落嚟，我有啲咩好做呢？如果大家喺 follow 咗我好多年啦，又清楚我性格嘅人咧，都知道咧，我一定咧係會做啲更加有挑戰性啦、更加有新鮮感啦，同埋我未做過嘅嘢啊。所以咧，我就想開始嘗試做直播啦。但係咧，大家都知道啦，我把聲咧我唔係好識用㗎，所以我不嬲咧都可能講1-2個鐘嘢嘅時候咧，我把聲就會沙晒㗎啦。如果我而家挑戰咧做直播咧8個鐘嘅話咧，我諗我要諗個辦法點樣可以好好養下我把聲啦。但係我就係想試。video 嘅最後咧，我都想多謝下自己，多謝當初咧有勇氣踏出第一步去做 video 嘅自己，先至令到我咧可以體驗唔一樣嘅世界嘅。我真係覺得咧人生係曠野嚟㗎，所以大家想做嘢咧，放手去做啦。